心靈交響曲，是全為了你。每日靈修經文分享，腓立比書2章7節，反倒虛己，取了奴僕的形象，成為人的樣式。保羅回應腓立比教會的主內弟兄姊妹，對他為了福音的緣故下監在羅馬，仍然公開不避嫌疑的對他作出關懷，更是派來以巴弗提弟兄前來監獄作慰問與探訪。在書信中他勸勉主內的弟兄姊妹們，不要因着他在牢中而擔憂，他雖被監禁，他仍為福音作見證，反使福音更加興旺。這都是神的憐恤與保護，也有聖靈同在同行，來感動人歸回救主耶穌基督。書中喜樂與福音不斷在交替，喜樂因着有福音，福音裡面有住喜樂，全是主耶穌基督降世為人，謙卑的將自己獻上，是全為了你，來成就父上帝救贖世人的大恩。一同來禱告。主耶穌對我們作出勸勉，眾信徒為肢體，彼此相連結於主耶穌基督為首，成為身體般，要同心合意用愛相連，以同心合意來阻擋驕傲，齊同心合意信服神來跟隨聖靈，在廣傳福音時彼此同心一起成長。以上同心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向神祈求，阿們。